来乡亲啊，遮的相片，你看会出来遮是遮无？这个台大政治系教授王业立伫面册打出这张9个假的相片，是9个现任的县市长少年时阵的生像，结果引发着大家热烈的讨论，讲互人上界赞叹的，就是这个宜兰县的县长林姿妙，讲进行这个明星总厨房，还有这个柯文哲。甲这个林佑昌上边迄个，还有这个郑文灿，较早拢是真缘投的少年兄，但是行就这个政治这条路了后，互经体是职业灾害，讲即摆拢招精变款咯，嘛互网友真爱谈，讲啥人无过去咧？若无讲，你敢知讲这个相片是虾米人？台大政治系教授王业立伫面前搭9张相片，这是现任9位县市首长学生时期的相片。看不出来，约袂出来，这是正常的，可能中正嘛有职业伤害。你看当时做记者的罗秀妍，而苗的蛋有多大呢？我们可以和正常的鸡蛋来比较。外形真清秀，即马加过分的政治味，同款是女性的县市首长，宜兰县长林姿妙高中时期的相片，更加是互人赞叹。有的网友讲，这根本就是总厨房，两张相片摕起来做比较，同款是目睭大大蕊，鼻仔嘛拢灵灵，重点是两个人拢是美人。年轻呢，每一个人年轻拢真水。那这个少年人的相片，真人真正是认无啥会出来。左上角台北市长柯文哲，看不出来，哦，不像哎，我的妈呀！少年歌舞体甲即马真正无共款。年纪大了本来就会变化，这很正常啊。高看看的，吉人市长林佑昌少年的时上缘投。那个时候是真的很瘦，吃也吃不胖。安尼讲，互人真新鲜，食愈老，代谢变较歹，还有因。我想每个人都年轻过，那个林姿妙比较认不出来。那新的市长林志坚，从照片上看起来，我自己也是职灾的受害者哦。也有将近超过30年的表的县长齐耀昌。这个岁月不饶人。人讲岁月真正拢无留情，虽然青春只能回忆，不过一张相片，嘛会使互人看到政治人物演过无共款的一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